恢復2024年公司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嘅二讀辯論。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黃俊碩議員先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黃俊碩議員。主席，本人謹以2024年公司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報告。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公司條例，包括其附屬法例，以訂立制度，使在香港以外地方成為法團的公司非香港法團，能夠在其本籍遷往香港，並就相關事宜修訂條文。條例草案亦對公司條例及其他成文法則作出相關或技術修訂。法案委員會曾舉行4次會議，進行了近10小時的討論，並接獲5份由團體提交的書面意見。法案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條例草案，認為引入新遷冊制度可便利非香港法團遷冊來港，讓這些法團直接受惠於本港穩健的市場環境及高透明度的規管制度，成為本地專業服務及資本市場新增動力。在審議的過程中，委員對條例草案進行深入而且全面的審議，並提出多項關注及意見。多位委員對於公司註冊處處長處長是否會就而遷冊公司可能危害國家安全而拒絕其註冊申請深表關注。他們認為當局在制定擬議公司遷冊機制時，應充分考慮國家安全風險及應對措施。經考慮委員意見及重新檢視有關條文後，政府當局會提出修正案，以明確處長如認為擬遷冊公司相當可能用於非法或違反公眾利益的用途，包括危害國家安全，必須拒絕有關申請。委員亦察悉，處長拒絕註冊申請的行政決定，不論是否基於國家安全的原因而作出，均可受司法覆核。條例草案建議非香港法團須自成為遷冊公司後的120日內，在其成立地撤銷註冊。委員關注到有關限期過長可能會對公司的法律程序帶來潛在影響，因而建議政府當局參考新加坡的相關法例，將限期定於60日，以減低潛在風險。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已訂定遷冊的法律效力，尤其不會影響由擬遷冊公司訂立的合同或法律責任等，亦不會使由擬遷冊公司或針對其展開或繼續進行的法律程序欠妥。而120日的限期是經考慮公眾諮詢期間收集到持份者的意見後而建議的。因應遷冊公司制度有助吸引外來企業來港落戶，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在設立有關制度後，加強宣傳推廣。政府當局表示，會透過經濟貿易辦事處、投資推廣處及引進重點辦公室，積極向已在香港經營業務的非香港法團推廣該制度。委員認為條例草案的整體草擬方式過於繁瑣，未能達至簡便易讀的效果。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日後草擬相關條例草案時，應使用簡潔易明的詞彙及草擬方式。政府當局備悉委員的意見，並積極就委員及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對條例草案提出有關法律及草擬方面的意見作回應，並會提出修正案，以完善條例草擬，使條文更準確地反映當局的立法原意。另外，政府當局亦接納團體意見，同意有需要訂明非香港法團的成立地的法律執業者發出法律
意見的限期，故會提出修正案，訂明有關限期的提出遷冊申請日期前的35日。法案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的修正案。主席，以下係本人對條例草案嘅個人意見。隨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即係 OECD 提出嘅反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國際稅務改革，即係 BEPS 2.0全面落實，包括香港在內，全球有超過140個稅務管轄區都需要向大型跨國企業徵收最少15%嘅全球所得稅。而過去唔少嘅避稅天堂都會被歐盟地區列入為歐盟稅務不合作清單，甚至一啲落實企業咧需要去當地有一啲嘅實質經營要求，呢啲嘅地區將會失去透過超低稅率或者甚至乎零稅率吸引跨國企業進駐嘅吸引力。唔少去當地設立嘅離岸公司嘅香港企業咧，好早嘅時候已經考慮將呢啲嘅企業搬翻嚟香港。相信呢個嘅機制可以為唔少呢啲嘅企業提供一道大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經貿中心，去全球稅率嘅一套明確劃一低稅嘅新標準底下，加上香港有極高嘅市場效率、既闊廣深嘅金融人才庫、金融基建，以至完善對接國際嘅法律制度，香港係更有條件吸引過往一啲基於稅務或者其他原因數以萬計海外註冊嘅離岸公司遷冊翻嚟香港，同時亦都可以吸引唔少冇去香港業務嘅境外企業選擇去香港落戶。因此，我哋呢條嘅法案呢，目的係令到香港有一套企業可以遷冊嘅機制，讓佢境外註冊嘅企業無需在原註冊地進行清盤或者撤銷註冊嘅程序，能夠搬屋嘅形式，保留其法律實體，遷往將原註冊地遷往香港，大大便利呢啲嘅境外企業落戶香港。吸引遷冊制度咧，唔單止增加咗香港各個嘅專業服務業嘅需求，同時更加可以吸引到境外企業將業務、資金同埋工作機會帶嚟香港。設立公司遷冊制度，除咗修訂公司條例之外咧，更牽涉到稅務條例、銀行業條例、保險業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以及商業登記條例等39項成文法則嘅修訂。涉及修訂嘅法律範疇繁多，再加上公司遷冊制度生效之後，有大量需要實際操作嘅環境底下咧，都係需要由專業人士協助。因此，去法案委員會審議過程之中，委員咧都係好仔細咁樣審閱有關嘅條文，確保制度有效運作。主席，新嘅遷冊機制達到訂立政策嘅目的，吸引到非香港法團遷冊嚟到香港。我個人認為咧，香港整體上要有3個嘅條件。第一，我哋會計業界認為最重要個機制一定要簡單，唔應該有一啲唔合理嘅門檻，亦要盡量給予申請者嘅便利。呢一方面修訂咧係吸收咗我哋業界唔少嘅意見，包括將申請嘅企業原註冊撤銷原註冊嘅期限由當初嘅60日提升到120日。減低申請者可以能面對不確定嘅因素，申請遷冊嚟港嘅企業咧就唔需要好似新加坡咁有咁多實際嘅要求。我相信去便利度方面咧，對唔少企業選擇嚟唔嚟香港嘅時候咧，已經提高咗一個好大嘅吸引力。第二個就係稅務上嘅吸引力，公司選擇去邊度註冊，稅務安排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好似我之前咁講。去 BEPS 2.0全面落實之後咧，有關稅務安排嘅優勢咧，全球都開始模糊。特別好似我哋香港呢啲超低簡單稅率嘅地區啦，我哋都會係有一個優勢喺度。所以咧，我哋去法案委員會咧都有提出其中一個關注，就係關於轉讓股份嘅印花稅。去香港成立嘅公司咧，需要去香港備存會員名冊，即係股東名冊。而且轉讓股份嘅時候咧，都要繳付印花稅。業界都指出，呢一個嘅印花稅咧，某程度上都係驅使一啲企業去海外註冊成立嘅原因。
雖然政府去委員會入面強調遷冊公司即係遷冊嗰一下係唔會牽涉咗股份轉讓，亦都唔牽涉咗印花稅。但係我必須強調，呢啲非香港嘅法團，如果遷冊離港之後，佢哋需要遵從嘅法律啦，包括印花稅，同一般香港成立嘅公司無異。而呢啲嘅股份轉讓就係需要繳交印花稅。我希望當局能夠適時檢討有關嘅法例，進一步拆牆鬆綁，等條例或者嗰啲政策更具吸引力。第三個條件就係政策嘅確定性。上個月，美國特朗普政府推出對等關稅，引發全球一場嘅金融風波。早前國家同美國亦都展開談判，並且發出聯合聲明，暫時大幅降低之前提出嘅唔合理嘅關稅稅率90日，足以顯示而家美國政府去政策上面呢係可以講話朝令夕改，完完全全影響咗我哋全球嘅正常經濟運作。事件亦都可以俾全球可以睇到美國經濟政策係可以咁唔確定，同我哋香港同國家一直推崇嘅一啲政策穩定，而香港一直推緊嘅零關稅政策形成強烈對比。我期望政府當局去條例草案今日通過之後，可以加大宣傳，投資推廣署各駐海外經貿辦要加大力度向境外企業推廣香港嘅好，我哋制度嘅好，我哋前景嘅好，吸引更多境外企業遷冊嚟到香港，從而進一步鞏固提升香港作為國際商業樞紐嘅地位。主席，我所屬嘅會計專業咧，會係日後幫助處理呢啲公司遷冊嚟港嘅專業服務之一。因此咧，我去法案委員會咧都好專業咁樣審議有關嘅條文。咁同時亦都發現條文咧操作咧有一定嘅優化空間。首先，去審議有關境外企業申請遷冊嚟港嘅時候咧，需要獲得嗰個企業最少75%合資格成員或者股東同意嘅條文嘅時候咧，我發現呢個條文咧同原本我哋公司條例入面嘅合資格成員嘅定義咧有所差別，有機會出現混亂同埋法律嘅爭議。咁政府當局去審議過程中得悉原條文咧，存在一定嘅優化空間。亦都採納咗本人同埋業界嘅意見啦，同埋一啲嘅修正案啦，當中包括明確訂立咗啲75%合資格成員嘅定義，同我哋現行嘅公司條例咧都一致睇齊返，消除我哋呢啲法律上嘅風險。對於政府當局能夠聽取本人同埋法案委員會委員嘅意見，提出修正案，全面優化條例草案，確保日後嘅公司遷冊制度嚟到可以合乎我哋實際營運需要，提升成本同埋吸引力，呢個係絕對值得我哋肯定同埋支持嘅。主席，最後我都想講下，條例草案係為海外嘅企業開咗一道門，但係我哋唔係中門大開。我哋都需要為呢道門裝返把鎖，做好把關嘅工作。修正案明確公司註冊處處長如認為擬遷冊公司相當可能用於非法或者違反公眾利益用途，包括危害國家安全，必須拒絕有關申請。我本人咧就好支持呢個有關嘅修訂，而相關拒絕申請嘅決定，不論是否基於國家安全原因而作出，申請人都可以提出司法覆核。呢一點足以證明香港係非常開放嘅經濟體，同時我哋亦都歡迎全球唔同嘅朋友嚟到香港開展佢哋嘅業務。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及政府修正案。李慧瓊議員。主席，本人發言支持。